聽朝早咧，你話要翻鄉下，我話一於辭職，乘機送人，咁啊神不知鬼不覺啦，係咪？你係日本人？係，我係日本人，專登嚟攞霍元甲嘅命嘅。喂，你點可以咁講噶？怕咩啊？迷中拳已經唔放喺我眼內，我知道你係霍元甲嘅得意弟子，我都想試一試你嘅功夫。喂，馮管家，出嚟！馮管家，出嚟！點解要害死我師父？你點解要害死我師父啊？點解要害死我師父？